家分享一個好特別，但係亦都好有趣嘅題目——音樂治療。你有冇試過聽一首歌令你嘅心情好返啲？例如，音樂唔止係娛樂，仲可以係一種嘅治療工具，幫助人去處理情緒、改善身心健康，甚至促進社交嘅互動。呢種方法就係叫做音樂治療啦。音樂治療係由專業嘅音樂治療師進行，我哋會根據每位參加者嘅需要，設計一套有計劃、有目標嘅音樂治療活動，例如聽歌，或者唱歌。萬水千山總是情，亦都會創作音樂嘅，有時會玩樂器，甚至我哋會用音樂嚟到溝通嘅。音樂治療適合好多人，包括有情緒困擾、壓力好大嘅人。通常如果係壓力好大嘅人佢嚟到我係可能會同佢玩個海浪鼓。海浪鼓所發出嘅聲音好舒服，聽下。好似置身喺海邊。又或者，如果嚟到係男士，佢壓力係非常大嘅時候，我哋可以一齊玩非洲鼓。咁另外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啦，係玩音樂治療可以改善認知功能同埋社交嘅技巧嘅。總之，無論係小朋友、成年人定係長者，都可以受惠喺音樂治療裏邊，可以係個別或者係小組嘅形式進行嘅。例如有啲小朋友唔識用語言嚟到表達嘅，但係透過音樂可以表達情緒。例如，如果佢哋好嬲嘅時候，我哋揀一樣樂器，可以揀呢樣樂器，表達佢哋嬲嘅情緒。呢個就叫做雷聲鼓。又例如，如果小朋友佢好驚嘅時候我哋可以俾呢一個嘅多音響目俾佢哋表達下自己嘅情緒啊，驚嘅情緒。咁相信佢玩完之後個情緒都會好啲嘅。又例如，如果佢開心都可以表達情緒㗎。除咗小朋友之外成年人我哋都可以係鼓勵佢，或者係增進佢哋嘅嗰個情緒可以好啲。例如呢首歌。命運就算顛沛流離，命運就算曲折離奇，命運就算恐嚇着你，做人沒趣味，別流淚心酸，今晚應捨棄，我願能一生永遠陪伴你。係啊，呢首就係《紅日》。又或者如果啲長者聽懷舊歌，可以勾起回憶，減咗佢個孤獨感都得嘅喎。透過玩樂器試下。
啊，同埋趙雅芝都係好嘅喎。咁咧呢個亦都可以促進佢哋嘅社交互動、律動，亦都可以咧促進咗佢哋嘅肢體活動功能等等。其實而家已經有好多本地同埋外地嘅研究，證實咗音樂治療嘅有效性，特別係腦神經科學都引證咗呢啲嘅研究。無論係喺兒童方面嘅自閉症譜系障礙、專注力缺乏過度活躍症等等嘅問題，青少年方面嘅情緒同埋行為問題，成人方面嘅抑鬱、焦慮、創傷、哀傷等，老人家嘅認知障礙、孤單、中風後遺症等等，都證明咗係有效可以幫到佢哋改善佢哋嘅情緒、認知、行為、活動等嘅功能。音樂治療唔係教你彈琴或者唱歌，而係用音樂幫你了解自己、釋放情緒、建立關係、改善認知功能等等。你唔需要有音樂嘅背景，只要你願意就得啦。希望藉住呢條短片，讓大家對音樂治療有多啲嘅認識。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人有需要，不妨嘗試下呢一個有效嘅方法。